如果您需要任何帮助，请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performance will soon begin. Please find your seat that is indicated on your ticket.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our staff. Thank you.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光临！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请您对号入座。如果您需要任何帮助，请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performance will soon begin. Please find your seat that is indicated on your ticket.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our staff. Thank you.
一曲似梦令，字意妙绝，歌而动人，气韵不俗，丝算清新。今日难得轻度芳华，怎内三生有应也？现在他不愧是上天昂首，爽于修炼，切实赶场，莫名来访者门庭察事。今夜实非当大人待举，
其余这等艳福。是啊是啊，今宵府中开业，赏花吟诗，太岁他用不桃花为题，年岁他应声抚去，正是切实的奇女之言。作为世家平地，从与普与同官，说是年岁他非按时缺高雅，而他的孤傲品格更是令人钦佩。对，当太岁正是严厉孤臣，为言才轻孟子在与尹家王子通前来领赏。是云将王子通前来领赏。多谢太岁赏赐。王子通，这里有书具两匹，赏与下手年财。谢太岁。请与我传话下去，就是我要点他最长一曲，他势必是铺地不算子。真理不算子。老夏听着，太岁面红，虽然在这一曲不算子。他唱不下去了，让他学习一回，稍事宾客散去，命他前来见我。是。两位圣兄，你行随他生有小样，给上再来作唱，方列位见谅。哪里，此儿不早，他曾也该谢谢了，我等高抬，事不远送。雷武。
他生育小养，乃已前来镇国主心，望请太岁施财。你须转告于他，我不要他一句不差，只想同他列他偏考。小人也是这般实力，可是他不好人心，终生只能一句不差，不管事事为看。我再去命他起来。也才是天台迎接归堂岁，四方外哭莫名情，多讨他才华出众心姑娘。曾艰辛为英才，我本想做怕当你台，但终觉早有所失梦心台。哎，茶坊里总是谁，或许才知空待雨。禀太岁，行岁也在到，快快有请。是。有请叶行岁。甚至好些么？谢大圣关外，铁去何老官此轻松。不过朝廷法度，官府御业皆照各级正义，只是歌唱诵剧不许私事清晰。而今夜罢卡杀，大圣已在朝前，莫非还要御前阻挠，罪过探查？不，孽罪啊孽罪！你却见我了。相从与风骚，日日太
生子，生死报应多险诈，命运是可做龙神。必定
姐，老爷的药已经煎好了，你且放下。老爷，我来侍奉。秋秋，这幅画你先去请方公子过目，稍后到街坊换些银两，好叫老爷轻易出言哈。我知道了。弟弟，弟弟，小姐，小姐，方公子来了，方公子来了，快快有请。是，有请方公子。哎呀呀，师妹，恩师身怀重病，师妹总是卖娃为无轻易之病，小心可嘉。此事是此高雅之作，他则落在永生之手，岂非可行？啊 ，no，我这里有西山银子，参见帅妹之计，方师妹笑纳。师兄，你身居异乡，事故不追，怎老多次切记，预防于心不安。哎，你我之间何必结问？师兄。谁来了？恩师是亚生方正来迟了。弟弟，请用药。亚瑟服药，不服也罢。弟弟，恩师将要不下，以为晚辈一片小心。弟弟，夜气，老夫病重，快来不惧生死了。今日一事要得相告，实是难以启口啊！恩师有吩咐，亚生喜儿恭听。
这家儿女相许，你若遇了这门亲事，我纵使纠结，也能明我了。老师告你，恩比泰山，也是还不聪明，只是师妹她。玉芳，你快说呀！此次有大人在上，小婿大礼参拜。叶希，快起来！看见姑爷，老奴见过少夫人，见过翁老爷。老人家，今儿小女望你多多照顾，老爷放心。女儿，叶希，你们过来。这张玉杯，乃是我爷们传家之宝。世代相传，代姓世永。此经作于你了。爹爹，我女儿亲切侍用，结发抚养，永远一诚相配。8岁，我与爹爹有福，爹爹有福。
师兄，请用茶。不用。于老师妹，于兄我不用了。师兄，你欲为功名才忧伤了。师妹。去观参山高路远，又将一环一道，你文手之体是何经受得起呀？师兄，玉芳虽是受杀女孩，但比不得闺阁千金。我是亲手得起封赏玉书的，师兄，大方宽心。哎呀，这真是苦师妹了。啊，方总。相公如何吩咐？明日一早，你备报叶小姐伪装故乡，快去收拾。去就，小姐，去就，我们就要回家乡去了。回家乡，小姐，快唱老家夫妻，你我回去时候过多少讲？我们回去种所养所，节衣缩食，也可苦度光阴。去就，我命方中送你们先到我家居住，为自己停在不远，望其人呢也是。我们快去收拾营帐，明日一早就要动身。
来，我们会来找你的。预防，非是方针报警，怎奈师徒多言，你可不能怪我啊！我只一定只是日后车子由他，这有了。此番他去往华场，铁台乃是必经之路。我有个少年朋友王之同，在铁台军营妓院当一名老营将。我何不寄书一封，将一方埋在铁台营前院，叫他永生为据，再也无法纠缠于我了。再生像玉芳这样的妾室佳人，还可得一笔卖身银子，可走进我此老大人的境界之理，岂非良心岂美也？
与兄我领情了。徐来去采大牛胚，教育师兄随身背。莫忘弟弟。
回来了。老官家一路辛苦，去到那天用茶取暖，稍是为聂小姐生意牺牲。老伯伯随我来。茶君，你看这是什么？万贯之意也有繁华用一毛师傅上，只因老夫身亡故，原是越花越淡茶。她是哪家闺女？我命你好生款待，一定要耐心劝慰她，万不得已烈士的夜杀给她可困。这倒霉的差事，总叫我去管。要知道，带刺的玫瑰要砸破谁的？成功之后，必须重赏不准。你可知道我的厉害？好了好了，我去准备句也为他牺牲，你去30出带起他给我姓张。你等下去听为是果。换着红长彩莫家具，多么玲珑精巧，不知是不是方公子的颁奖书？是他亲御将中，快方中来！哎，方中爸爸，方中爸爸。
的何人？我叫赵娟，你就叫我大嘴嘴吧。哎，这丫头叫什么？我叫曲娟。请问姐姐，此地可是方公子的本家？这里范公子的家没有两样。那你究竟是他的什么人？就算是他的表姐姐吧。哎呀，你在我的好妹妹，快到那边梳洗梳洗，换换衣裳。你怕是弄错了吧？不会错的。那你刚才叫我何名？你在我的好妹妹呀。我不叫你噻，我叫玉芳。对的对的，玉芳是你的本名，你在是你的艺名。艺名？我根本就没说你秘密，一定是你弄错了。不会错的，你这个艺名呀，还是姓曲的呢。姓曲的？为什么要替我取这个艺名？我又不是九流三教。我怪他们蒙在鼓里呢。哎呀，姑娘，我倒要问问你。问我何来？姑娘可从武陵而来？是的。可是一位姓范的公子命令来的。是的。那范公子是你什么人？是我家小姐的未婚丈夫。未婚丈夫？只因弟弟去世，三小未末，故孩尚未成婚。此事当真？哎呀，哪有戏言？天下竟有这等不敬之人！哎呀，可怜，可怜！姐姐，你在讲什么？姑娘，事到如今，生命一次，真说话我也不来瞒你了。姑娘，你受骗了！什么？范公子把你卖了！卖了？这里什么地方？我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太岁应节院，你是来要去终身为妻。我讲清楚点。这里的领班正王之同与范正公子是结拜兄弟，是范正公子亲自寄信，托他将你卖身为妻。苦乐心。
这对痴情女子，你还真离不服？这难道也可以批人的吗？你还要胡说些什么？还不与我出去？求求，快把他轰了出去！快把他轰了出去呀！哎呀，我看他已经发疯了，曹军，嚷什么？还不快进女行水给我姓张！我的李师爷为他牺牲，命刘成元、周明基前来请候。你是什么人？尽管私策不理！我不还你的衣衫，我不欠你的居业，你们都是疯子！求求我们快快离开此地！我们快快离开此地！妈，只怕你来得去不得了。老子告诉你，是方正将你卖去银几元了，还得去身家银子1000两。你这不行，可我们这位老管家，方正爸爸，方正爸爸，你为什么不来接我？你在哪里呀？方正爸爸，你快来与我评评理！他们尽管不断无所与我，你要与我作证吗？叶小姐，你被骗了！方正他真的将你卖了啊！方正爸爸，这是真的吗？是真的，这就是你的派生银子1000两。苍天为我开
府，说明月影将王子通，谁带你谁有些文书前来接我？是。聂小姐，此生明白，乃忠良之后，冷落风筝与冰清玉洁，从遇少尽到很难。不过这句大人为我做主，下官这么宝来定要自荐为你伸冤，以为你老先生才天之灵。谢大人。看见大人，王子通，你可自猜么？小人不知身外何在，我且问你，你在是怎样失了月节的？方正与你与我归档，你与我从上找来。这大人，此事不能责怪小人啊！只因方正与小人乃是同窗好友，前日冬天是他亲笔来信，命我将孽债得直了月结，卖身人1000两，当即叫与雷神带去。其余小人一概不知，望大人明察开恩。你还不知道，这是一场与骗说女美人一夜的鬼当梦。这大人，小人急于寻找一位出色的月影昂首，也是已顾不得许多了。这是方正的亲笔书信和卖身契，一概呈上，望大人赦免。聂小姐，这可是方正亲笔书信。正是这册亲笔书信，这句大人与我做主。本府是与公断，王子通，本府做主，先将孽债月结予以开脱，邻居公门自令万夫，说那方正为案，不得有误。呀，大人，开脱孽债月结，小人可以从命，只是做那方正，恐有不便呐。恰是为何？起来讲。大人，方正也在是竹东地区知老大人随下的得力官判官，也今正在国府巡视。接着，小人接到方正来信，是不是就要来太政府查访民意？他是知道孽债脱了月结，不晓得小人切财不起，只怕太守也因此而赔业你。这甚可与大人切成有爱，倒不是他是话小，小是话了。本府身为军帅，与民分忧，征讨光明。方正上道德人上风，出之于何作讨贼？可是他背后有当今礼遇大事，竹东地区知老大人的庇护啊！什么大事？我看他是害了封闭之争，不论是谁，只要过长街，保庇乡人，不论他名为显赫，我即便丢了无上，也要这副是山一筹不退。唐大圣。
为民分忧，使我脱了妖精，此恩此德何时报答？明日要发广场歌剧，他来向大圣赐宴。平吉六宗为民分忧，乃是本州分内之事，不必多想。今生我金杯赛局，为你小姐情，列表送予一片钦佩之心呐。关梦大圣对爱多于滔少，欲帮实施不？哎，聂小姐不必拘谨，谁能上光，就请苍迎此杯。小姐遇到恭敬不知聪明，你就应了吧。此次预防领情了。太岁，这东地举兵是官办官方正大圣举荐。好，果然不成我之所料，他竟世上门来。聂小姐，且要宽宽他如何化妆？唐大圣，我不愿见他。我私欲之意，请是后道稍待。上我有请。是。欲请方大圣。夜在特级高楼上，不与方正寻金光。堂中有列传三山看看我，幸亏那子老恩师把我忙，为师师太面过上。今日里我特地登门来拜访。太岁，好，富贵百户以大礼相传，上不官大。唐大圣乃是地方父母官，晚辈初到
回去，必有蓝雨相望，岂能不及？奇观奇观啊！法官伯，你谁知道大圣亲临必去，我披出原因，放弃黑河哪里？啊！请受谢大圣。唐大圣，天堂设宴，莫非今日有贵宾登门？吼、师傅贵宾怎为不言？今日我乃是公儿知老大圣与你呀。奇观啊，法官伯，你在知老大圣过此查访命令，今日难得到此，唐某实于不是至此，烦请多多赐教。哪里？唐大圣亲征于民，赐予功绩，修筑防洪堤塘，于此反应良场，明德少女，无不我虽称颂。知老大圣听了这些斗争，对唐大圣是十分的赞赏呐。此乃是北者殷勤之责，何用知老大圣夸奖？啊，法官伯，知老大圣对北者，难道一点没有不满之处吗？北者不管多言，不必顾虑，还请查赏。唐大圣，知老寻思大规矩，非见最有来光阴，遇到君相比起云，更去三生好公平。骂他害了封闭呀真，知老去的烈发情，听要这句终伤人。你我岔开此爱情，我特来想到唐大圣。唐大圣因我发香，我笑你语不可及，这着我生气呀！你分明知道我与子老所有旧情，是买马之劳，乃是我唐某所为之。你非但不予以偿还，反要通风报信，岂不是你要赔薄你家恩师？莫非你别有什么用心不成？唐大圣情不要无为，背着月相从中调停，一小个息事宁生，却负他意。此次说来，方官白女士一片好心喽。何种功绩，只图幸福。好一个何种功绩，何其贵名大王！不过我要真告于你。这样当我统领华府，徇私枉法，却是难以服从，更不能攻击而自动幸福吗？哼！对你来说，这不过是挂羊头卖龟肉的龟道而已。这个方官白，
今日到此究竟为了什么？还是查实的好这讲啊！哼，我与你当开铁场杀两娃吧！呀呀呀呀！早该是此，何用外龙花招？唐宗宇，你不要欺人太甚。常言道，得防三事，且防身。不然，我方正也绝非用斧手之之辈。厮杀定要较量，决一奉陪。告辞，且慢。话语何言？本道妾身轻易过府，学有所闻。不料你竟刺上门来了。哦，唐大人问我何来？我恰问你，祖居哪里？家中尚有何人？本就人事，有年父母双亡，伶仃孤苦，十年晚长，死人是多。此生坏事，倒也清苦。我再问你，你可曾记得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年老师母？你还记得他对你的临终嘱咐？可有亲手传你一记传家之宝？最后我还要问你，有一位对你情深的重，反被你蒙骗夜的烈士与父吗？是捏造这场诬陷于我，我凭什么你老恩师，更不知有什么临终嘱咐，哪里还有什么传家之宝？我从不认识，也是有法子。你快转过脸来，看看我是谁？原来是刘承元，他名鼎鼎的杨生。怎么，唐大人与叶小姐常有来往？卑鄙！皇上，你快回答我，他是何人？他是银雀园的杨生呀。你们不是老相好吗？啊！我们的故事，原来这些酒宴是为他而设的，怪不得。不许你拆我的府衙，拆父所于他。他本是命外之后，2年前被你蒙骗夜黑，人为应急，而且你明知他已脱了冤情，你非但没有忏悔之意，反而兴亡赔偿，肆意毁灭，妄想家祸余生。难道你还不知财目？唐宗元，你分明是与他明来往往，早有隔阂。反倒血口喷人，诬陷于我。你身为太守，结果玩弄娼妓，败坏国生，我岂能饶你？你好父子！你灭妾生心是不为逃得人上负终生于不亏你了非外
命令，娇艳俏皮，我也要一方再举。知老大声道：这官府邸这样吵吵闹闹、拉拉扯扯，趁我体痛，还不与我放下？方正他御骗众女，投机罪淫，财恶造诈，理当绳之以法。放肆！难道本市却不按查定法度行事吗？放下！有道理目用剑，方知老大人绝不能使方正为机智门徒，而予以佩服姑息。方正乃是本市的下属，稍有差池，老夫适当处置，也不用你狱卒太保。平津狱中为民生用，难道不是分之分内之事吗？这个，我早就据问，你是指年少才高，目中无神，今日是新业，你尽管谋上场，这还了得？禀大人，我已买老大人为了封闭镇的就是他。果然不成我之所料。我问你，你可是这样讲的？我也反问你一句，你可是这样做的呀？他当唐中玉看出谎言来顶场，不与老夫入满墙，面色茶坊查明营，只恐你宋长进他数日章，你尽管他龙权威起好声，一时为非乱纲常，万不敌对跨身在，岂用你目中无声，死逞强。老大神，自自太岁一年长，贫穷命运数十张，困贵无力几十少，他人也能不惊慌，真情理智举神针，才叫黎民来抗，终于我一片丹心归十元，虎踞重上将我狂。老大人，他逃过梦荒说谎真，昔年苍绿实荒唐，他与罗英杨水名来爱望陈明阳，结账却在与人争，今有市场臭汤。此事当真身在后堂，来呀！有，与我说。是。与我放手来。禀大人，随出一妇人。你就是天台营剧院的行首年才，
妙哉妙哉！心似杨花，风流可诉天将。朝廷发迹立光位，世事清晰实富养。你预防本事谁在？恰用人扶持带动逍遥法王。你是非黑白见颠倒，枉为人臣，贻笑天下唐中有使命不完气上苍，屁股长期杀不烂。今日先生风华且用力教我余生把财政想。现在你见本事为何不愧？奴婢违反法度，老大嫂引我审讯复古。大胆调虎，你依仗权势，竟敢在本使面前杀鸡放刁，你万不与我跪下！跪下！苍天哪！我年逾芳后，已落得四寸你身为朝廷命官，应知皇朝立法，此乃是我推罪奉养，且用你算是身法。哈哈！本是王命查访民意，皇上请示上方报歉。言读之中，在管欺君莽党，变乱发起，一经查测，格杀不退。你身为太子夫人，知法犯法，本是正太闻名，你万不与我残营退下！退下！是。现在你当中有挂个不可抵赖，从实招来。唐大圣立正以来，天命且可为民分忧，百姓富不压岁称颂，却是我等风尘女子以国恩废妾，此法罚我特地得来之言，并无过格。现在你要明白，事到如今，岂用你巧言狡辩？你杀出言，此乃是唐太守所为，本是可念你百劫无知，方力为家，免受刑罚之苦。我也知道，纵所与太守遇见，了也富有私财。待天下
假事，真则是真，假则是假。且可仔细比去，深刻光阴，与我太岁之身躯。今日宁可置我于死地，要我无人，是多传不成的。他胆吊物，不懂他应，两力不在。来呀，要拖下去，从这死杀。且慢！最会呀！有道是，圣爷以今天为命，圣正以不弃为宗。可是你偏偏听信小人之父无此产业，你却是害了封闭之此刻，你顽棍强词夺理，诋毁老夫，这晚了得来呀！有与我摘取银杏，参牙反省。老夫列节让书，听候地传。4年，不能自宫，不顾他庭。唐某心中不服，我定要先表上诉。用你上书来呀！有，将常务年营圣信呈去杂公。唐大人，是我连累你呀！聂小姐，不用杂事，岂能就账？待等阴霾消散，山花碧水来来，压下去。谁唱起？
年岁已人快你来了。小姐，去就小姐，去就。见小姐浑身伤，血迹斑斑，去就面黄肌瘦，破衣烂裳。小姐，十指尖尖举着我的好妹妹，你不要哭。求求你莫悲伤，预防我身材志不摧。可记得
快告诉我，太岁事情怎样了？小姐，太岁奉旨你早可应，好事万千吃穿行，借他财神来传信，要我冒险进澳门，他去问皇上配身到太子，何福难了许来生，要你把一切财产推给他，轻轻重账他来定。不，去救！你快去回禀太岁，千万不要以我为念，指望他按时上诉，就不能是放纵自度，隐瞒得逞。你快去，你快去呀！姑娘，屈人咋接来了？上帝，你要多多帮助你了。快去，你快去呀！谁？谁？玉芳，是我啊！这个贼子，你来作甚？还不与我出去！玉芳，你骂吧，你就好好的骂我一顿吧。可是你哪里知道我的苦衷哦？我知道你是不会饶恕我的，可是我的良心未灭，诚心未切呀！今晚我一定要救你出去。你看，我已替你带来了专治骨折沧桑的范爷良呀！我不愿见你这无耻小事。我知道你是受了他的迷惑，是算不信我的话。不过我是念在年老恩师的份上，特来提醒于你，你不要执迷不悟，做了他人的替罪羊啊！你在讲什么？实话告诉你，你与堂中有一案，知老爷连续上司，皇上征了他的罪状，也非一名有令大人前来审理此案，堂中有伪报结证，他也你与我讲。玉芳。
寻常。事不宜迟，你快快当机立断，为头是岸呐！你说唐大人已经不在，可有凭证？有呀，你看，这是当中有亲笔手工的。你就是看了，也未必相信哦。我要看一看，以便考虑对策。对，你要仔细看看他的工厂。常言道，亲者则真，亲家则假，你不要以假当真，以后是生哦。那以你之见，该是何对待才是？这很容易。慈禧老大人眼里可怜，他为你写了这张工厂，只要你在这张工厂上找上亲笔，你立即可释放。我们马上就能喜庆团圆了。喜庆团圆，好一个喜庆团圆！方才弟弟临终之时，所唱的乐备和姐姐一奏。还记得吗？记得。他叮嘱我们勤俭使用，结巴无恙。哦，乐备常在，情谊于诚啊！求其此心也难明白。玉芳，天快亮了，你快早过来。要我招供不拿，或许当面对质。你这死贱人！事到如今，你我有证明不服，既不招供，那让我的工厂来，我要留下作证，看看谁真谁假。你这死贱人，误伤了你的当了。
需要当堂对着这起诉。启禀大人，唐大人到，有其事，有请唐大人。唐大人，我到唐大人，请。唐大人，请坐。同手。我大人，下官复古北野，只取一行，事情真相大白，不知我大人是何此之？唐大人，圣上命卑职出灭并调，奏折已经复审，实是知老大人听信奸人之在意，使唐大人蒙受无益，实是委屈了。下官受的委屈，倒也罢了，这是对知大人他匹夫下命，善水量，非因别故冒发千军，应当安策论此。唐大人，对知大人昂坤其恩，确有差之，但他乃是当今名士，又因损失，恰予攻击，我等晚辈理当尊重，切莫为一风尘女子，是还为大人受。此案令人奈何？莫要如此，尚是知老大人到来，需要审呢。启禀大人，知大人到，有其事，有请知大人。我大人上阵来了，恭贺恭贺！奉官呐，奉官！知老大人，请。知老大人，请上手。同手。知老大人，我大人，圣上命卑职并调有手，望海为大人以大局为重，护宗公祭，切莫为风尘女子，使二位大人上下手地方不便呐。我大人，老夫与绝得监禁，确有实据，岂能与他平调？哼，你那所谓实据，去是孽上。你指使放生，敷衍下官，我岂能与你关系？你不获降封，妄自盛宴逃离，你坏了封闭，偏听偏信谗言。你狂妄自大，诋毁老夫，你心生肆虐，无言下官，老夫定要痛砍告慢嘞，慢嘞，慢嘞！今生我女儿是为了平调有手，既算各自一次，哪一并息？倒不知从生之案，不知还为大人意下事哦。老夫愿意重磅陪审，下官也愿听审。既然如此，请还为大人暂至末列之后听审，待下官升堂理事。来呀！升那堂。
叶谁？你那一换女子，你给我们受计，为我招惹是非，是还为他人守护，从此走来。大圣永别。小女子本是关花黑，配方正偏满十千里。唐大圣为民伸冤终折寿，不必夜里将我救，因此复古早连来呀，方正这一切双雕心是真，此地句听心在意永可应啊，我岂肯此些委屈太受。这次他御体调笑是心机，花言巧语来理语，生什么子大圣命他勤劳同心心，大圣身在一丝水，要我瓦工去放弃青天一发追去，叶谁？法正金老狂骗苦于设局。这是两张方正边朝的公子，大圣请可。本府事有公断，下堂听候。谢大圣。来呀，有命方正上堂。方正上堂。方正参见我大人。方正，本府奉旨复生叶谁此案，你要从实招来，才与本地许家，立可知千军万法，才将一等。大人，小生躬身不语，堂中与叶谁此案是知老大人明背着官判的。我问的是你不用推卸。小弟受王爷。因知老大人与堂中有约有思念，又称结当接受，从有风流，必算有说。况且野花女子身上，却不得引发，不论渔夫是算招生。因此，小人要做许多罪状，以对知老大人说好。方正，你对唐大人是此人，这难道仅仅是为对知老大人之所好吗？这还不从实招来呀？有，他应是。只因唐大人知我有骗叶谁设计，又帮他开脱牢禁，是我为怕叶谁告发于我，估计知老大人之手，也他俩为保自己见证。你这个好车子！
否则想那叶三你是良家之女，你有偏受你投机所以，你可知罪么？小人知罪，小人知罪。只因小人那年落地而归，是知老大人夫人所幸，我才把叶三买进银金院，身家人1000两作为金戒之礼。不许我做丧事！否则你劫色劫牢，也绕开宫，这也是知老大人所指示的吗？你来看，这可是你亲笔所写的所谓唐大人的口供，这可是你是知老大人命令写定叶三的诏书，还不从实招来人一样？有，他因此这都是我讨用知老大人之命所为的。你这个无耻老实！你竟管伢找公章欺诈老夫！知老师，气死我了！此经真相大白，知大人是何出自于他？这个官长的白来留他何用？望我大人爱发仁慈。怎样？有，将方针各取官职，升级停存。是，知老师，来，有命叶三上堂，叶三上堂。对呀、搬到这边来。就叶三，你的案情本府已经审理清楚，对你无罪，释放为佳。从今之后，你要好自为之，下堂去吧。谢大师。小心了！小姐，我们这一位真的会像鸟儿一样飞为国苍生去了。是啊。退堂。圣旨下，自当后请接旨。万岁！寡臣谕旨，自信业高德重，已在朝廷议事接受为戒。当请授业于位，寡臣命你为江西第一，接着动身，升职都罢。万岁万岁！万岁！啊，后位大圣，备着配得酒宴，亲自后堂参议。请。当大人请，当大人请啦，请。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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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是他为我所引来的当太岁。小姐，你怎么了？我不能再太岁岁来，恰是为何？求求你快去转告太岁，就是我们此不忘他的大恩大德。小姐，小姐。小姐你为何不生特别呀？唐大人，小姐纳言之意，命我转禀大人，他永世不忘你的大恩大德。他身在哪里？且容我一见，我心里有许多话要向他倾诉啊。他往哪头而去呀？唐大人，小姐怕流言蜚语，颠受大人的官声，万事不见为好。不，我非要见他不可。他是我患难之交，分别相送，光明磊落。我何惧他流言蜚语？我不怕再受什么连累。求教，你快引我去见他。哎呀，唐大人，你死去吧。玉芳啊，玉芳，你为什么要逼我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小谁在此？小姐，君为我立志结义，先走海远随所口难。
开，身边草木起伏静，我怎会知恩不报时归前？心事悲伤，自不猜。而今你何时归里草生烟？我有事快接催兄，同心为。你啥不言我堂中语，我愿意奉养众生一理想。用使命改才心怀。
实际才为心相随。而今你奉命将西去，曾从桃源许四爱，欲放我身在何处行？但愿东君永慷慨，江西的黎明在牌坊里。愿你做一个好东君，爱民欲放大策非佛言，大作愿做生儿